自我气息，毫无保留为我舍命。你的爱是我灵魂苏醒，患难中我能刚强站立。你的爱是我重新的灵，黑暗中是我生命再次绚丽。我心坚定于你，眼目专注于你。风浪之中有你同行，不畏惧。我心坚定于你，我灵降服于你，在你怀中平静安稳，我必得安息。爱是我灵魂所，对不起。Sorry， 在你怀中，好。你怀中平静安稳，我必得安息。患难中我能刚强站立。你的爱是我重新的灵，黑暗中是我生命再次绚丽。我心坚定于你，眼目专注于你。风浪之中有你同行，不畏惧。我心坚定于你，我灵降服于你，在你怀中平静安稳，我必得安息。我心坚定于你，眼目专注于你。风浪之中有你同行，不畏惧。我心坚定于你，我灵降服于你，在你怀中平静安稳，我必得安息。在你怀中平静安稳，我必得安息。
的话语是我生命的救恩，你的双手扶持软弱使我刚强。你是道路、真理、生命，是我们永活的见证。哈利路亚，是信是公义救主，哈利路亚，我要永远跟随你脚步，哈利路亚，不管明日身在何处，有你同在就是美好恩典之路。原本是就是美好，然后哈利路亚。对，1.5遍。我觉得我们要从头一次吗？还是就1.5遍就好？好，1.5遍。OK。好。我们2堂礼拜1分钟后开始。弟兄姐妹平安，平安。我们一起齐力来敬拜我们的神。我要全心称颂我的主，你拯救我是我的完全。主唯有你能让我心歌唱，我要全心称颂我的主，我要宣扬你无比大爱，让我能进入你光明同在。主唯有你能让我心歌唱，我要宣扬你无比大爱。圣洁归我主，我心高声唱，全能神爱子，我灵魂不朽你尊贵神羔羊，一生敬拜你，我要全心称颂我的主。
主，我心要伸长，全能神爱子，我名呼求你尊贵神羔羊，神敬拜你，我要全心称颂我的主，我要全心称颂我的主。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哦，主，求你保守我的心，我的意念，使我能够遵行你旨意。我愿将你话语深藏在我心，做路上的光，成为我脚前的灯。哦，主，求你坚固我信心，我的力量，使我得以勇敢向前行。因我知道有时我仍会软弱，求你带领我，使我不会再退缩。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耶稣基督，圣洁美丽，无人能及，赐我气息，毫无保留，为我舍命。你的爱使我灵魂苏醒，患难中我能刚强站立。你的爱使我重新得力，黑暗中使我生命再次绚丽。我心坚定于你，眼目专注于你，
浪之中有你同行，不畏惧。我心坚定于你，我灵降服于你，在你怀中平静安稳，我必得安息。你的爱使我灵魂苏醒，患难中我能刚强站立。你的爱使我重新得力，黑暗中使我生命再次绚丽。我心坚定于你，眼目专注于你，风浪之中有你同行，不畏惧。我心坚定于你，我灵降服于你，在你怀中平静安稳，我必得安息。专注于你，风浪之中有你同行，不畏惧。我心坚定于你，我灵降服于你，在你怀中平静安稳，我必得安息。在你怀中平静安稳，我必得安息。我们一起读新的诫命。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上帝，这是诫命中的第一。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请坐。现在要进行奉献，请负责的同工。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主耶稣，感谢你为我们建立一个家，让我们有安心的居所。感谢你让圣灵跟我们的家同在，让我们有所依靠。我们所要建立的一切，你已经替我们安排，让我们走在你的道路上，不惊慌，不迟疑，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正走在这条美好的道路上。所以无论前面的风景是如何，我们都会勇敢地向前走，走去你所预备好的美好圣所。我们要像大卫一样，用信心去坚定地依靠你，用信心来求告你，经历你，
享受你的恩典，静心聆听你的教导。我们知道所有生命的一切都来自于你，所以无论悲愁喜怒，我们都当依靠你，不是依靠这世界虚华，并将所有的荣耀都归于你。在这里，我们献上一些金钱作为你圣殿的圣工之用，蒙你悦纳。我们也要用你教导我们的主祷文，这样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报告。本主日为了父亲节的感恩主日，教会有准备了爱企鹅关怀协会爱企鹅工作室所制作的礼品，然后我们可以大家可以收礼兼做公益，愿主赐福每位父亲。好，然后比较重要的是，下礼拜8月11会举行本年度第4次的圣礼典。如果有要受洗或者是坚信礼，甚至设立会籍的弟兄姐，请向牧师报名，一力准备。然后接下来其他的团契消息跟月线，请大家自己看。现在要来读圣经，在历代志上的17章7节到14节，我这边来读。现在你要对我仆人大卫这样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从羊圈中将你召来，叫你不再牧放羊群，立你做我百姓以色列的君王。你无论往哪里去，我都与你同在，剪除你所有的仇敌，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伟人的名一样。我必为我百姓以色列选定一个地方，栽植他们，使他们住自己的地方，不再受搅扰。凶恶之子也不再像从前那样扰乱他们，并不像我命令士师治理我百姓以色列的日子。我必制服你所有的仇敌，并且我应许你，耶和华必为你建立家室。当你寿数满足归你祖先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你自己的儿子接续你。我也必坚定他的国，他必为我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的王位，直到永远。我们请知美牧师证道，证道的题目是从建立到坚立。就翻过了，好，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在上个主日，我们有谈到，在我们的礼拜跟我们的团契生活，是不是有可能会落入一种有口无心的现象？就是我们口唱，但是心不合，我们的心没有放在一起。嘴巴唱的是同一个旋律，同一段歌词，但是我们心里所可想的方向，可能会不尽相同。好，可能我们在尊崇、在赞美我们的神的时候，我们心里想的是我们自己想要的是什么，而不是上帝要我们的是什么。就像先知以赛亚，他也曾经说，他说：“这百姓用口亲近我，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敬畏我，不过是领受前人的命令而已。”从先知以赛亚的提醒，我们发现许多百姓他在敬拜上帝的时候，不过就是萧规曹随、行礼如仪而已，或者只是为了有所交代啊，我可以跟牧师交代了，我可以跟我的爸妈交代了，我可以跟谁做了交代了。要开始一段信仰的旅程，实在是不容易。
但是既然开始了，还要能维持下去哦。牧师觉得这个更不简单呢。前几天牧师收到我们可爱、漂亮又美丽的小可的一个信息。小可问牧师说：“牧师，我想读其他版本的圣经，可不可以？”这样，哇，牧师听了多感动啊！我超感动的，因为小可他可能他觉得在和合本，我们都知道和合本有的时候它的字义比较深一点，比较难理解。他又去找了其他版本的圣经，想要来对照着看。意思是，其实从小可受洗以来，我们有一起陪伴他，一起度过这一段时间的，比如说我们社青团契的契友们，就知道小可这一路走来，其实他有许多的征战，好，他有许多的征战，但是他都靠着主，靠着读经，靠着祷告，这样子挺过来。然后他觉得，读受洗送的那本圣经还不够，还在另外买其他的版本的圣经来参照着读。他想要更加了解上帝的话，更加了解上帝的心意，这是非常难得的。在圣经人物里面，蛮有智慧、产业丰盛的所罗门王是大家所耳熟能详的，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富二代。所罗门的江山是他的爸爸大卫替他打下来的。所罗门建造那荣美的圣殿，也是他的爸爸大卫替他准备好一切的材料。所罗门的一生一无所缺啊。那当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所罗门王的成就的时候，只有所罗门心里知道。他在他晚年的时候，他很诚实面对自己的内心。于是他在传道书里面说：“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人的劳碌都是为了口腹，心里却不知足，心里却完全没有办法知足。”为什么这位不论在信仰还是在环境都含着金汤匙长大的所罗门，一路走来会这样子若有所失？我们要回过头来，先来谈谈他的父亲大卫。大卫经历大大小小的战役、战争，他的表现让那些愿意跟着他的人感觉，跟着他很可靠，跟着大卫绝对没问题，大卫都能带着我们打胜仗。但是只有大卫他自己心里有差得要死啊！只有他心里知道，他总是能化险为夷的原因是什么？在他的祷告里面，他说：“我的福气是从耶和华而来，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分。我所得到的一切都是上帝为我持守的，因为上帝在我的右边，我就不致动摇。”这是大卫的祷告，但是这却不是在他成功安稳的时候的祷告，而是在他逃难，在他面对许多的患难的时候，他发出了这么大有信心的祷告，并且在怎样的情况下呢？就是刚才有讲嘛，有一群人要跟随他，认定他，但是大卫心里千万不通哦，我没有这么厉害啊！就像有时候牧师或者是长职邀请大家，可能参与某些事工的服事啦，好怎么样？有的时候会听到说不要牧师，我不行啦，我没有办法，这个我没有办法。有的时候牧师会听到这样子的回应，那有的人呢，他可能很勇敢的承接了，但是心里吓得半死怎么办呢？我好像不行呢，怎样的？但是好，牧师说了，或长老说了，或者某某会长、团契会长说了，我硬着头皮去接。那在硬着头皮发麻的情况下，那心里所承担的压力跟焦急，那我们想，我们都这样子了，更何况是大卫？大卫那个是战争，是要人命的，会流血的，我们还不至于需要流血嘛？我们还可以活着好好的，所以可以想到大卫他的那个压力指数是非常爆表的。那唯一能让大卫在那样的时刻恢复平静、安稳、重新得力的存在，就是上帝的应许。上帝应许他什么？上帝透过先知撒母耳膏立他、拣选他、呼召他，这就是上帝对他的应许。我选了你，我就会对你来负责。我选了你，你的路我就会为你安排好，你不用去担心后面的事。大卫因此相信他将成为以色列的王，
他所相信的不是眼前的这个事实。刚才有讲到，他还面对许多的逼迫患难，他相信的不是他眼前他看得到或经历到的现实，他所相信的是那个不知道在何时何地会实现，但是一定会实现的盼望。希伯来书也说，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大卫从被拣选到正式登基成为以色列的王的这段期间，他不断躲避扫罗的追杀。当然，也在这一段时间，他集结了许多绿林好汉、草莽英雄来跟随他。上帝透过这一些经历，让他磨练他的心智，锻炼他成为一位领袖。但我们从其他的书卷，也就是历代志，我们可以知道，在大卫就这样子向着他的目标、向着标杆前进的过程当中，在那个背后，他也做了一些不为人道的事情。他也做了一些只要是人都有可能会做的事。牧师举4个例子。第一个例子，大卫他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怎么说呢？刚刚讲战争，战争本身就是不人道的。在面对一场要杀伐果断的战争的时候，大卫是智慧、聪明、灵巧比较多，还是残忍、诱拐、欺骗比较多？还要欺敌战术嘛，我们要诱敌嘛，对不对？那种在那种运筹帷幄当中，欺骗、诱拐，那残忍呢？残不残忍？你不要跟我讲说牧师那个战争啊，就没办法嘛，这个应该不是残忍嘛，战争就是很残忍呐，战争就是很残忍，不要跟我讲战争不残忍。大卫到底是哪一种比较多？他是智慧、聪明、灵巧，还是欺骗、诱拐、凶残比较多？一线之隔而已。第二个，大卫便宜行事，在他拿下了耶路撒冷之后呢，他想把约柜再运到耶路撒冷。他的立意虽好，但是却不符合程序正义，以至于他便宜行事，所以呢，他以失败收场，还丧失了一个人的性命。之后呢，他经过调整回转，还顺利的将约柜运到耶路撒冷。第三个，大卫他被权力冲昏头，英雄难过美人关。大卫用计谋设计陷害跟随他的忠臣乌利亚，把他的妻子抢过来，犯了奸淫。第四个，大卫被自己的成就也冲昏了头，他数点人数，就好像我们现在讲的户口普查这样，结果呢就被上帝惩罚。古代君王会数点人数，不外乎2个原因。第一个就是要发动战争，要征兵嘛。我要知道我20岁以上、60岁以下能够带枪上阵打仗的有多少人，我才能组织军队。好，所以呢是为了战争。再来呢就是增加税收的时候要数点人口，但是呢大卫在数点人口的时候，这2个原因都不是。或许他就只是想展现他的成绩，因为上帝不让他盖圣殿，他总要拿点什么出来可以说嘴的，对不对？总要拿点什么出来可以亮在台面上的。就像某些教会总会在拿自己的礼拜人数或者是奉献金额来炫耀。大卫这样一路走来啊，他在做每一个决定之前会有多少的挣扎？比如说要带多少的兵，怎么样的打仗，策略是什么？因为一个策略下去不对，就是死伤无数啊。他所走的每一步，背负了多少人对他的期待，或许又牺牲了多少人的性命。对于历代志的第一手读者，也就是在上个礼拜牧师有讲到，历代志的第一手读者就是那些被掳归回的人。对这些被掳归回的人来讲，当他们抱着欢欣期盼的心情，要从被掳之地回到耶路撒冷他们的故乡，有多少人会想到，他们回到故乡之后，竟然要面对许许多多残酷的现实？这
就叫做被浇了一头冷水啊！本来一路走回来，哇，他超开心的，可是真的回到家了，哇，这个是在干什么？这是什么样的情况啊？非常的可怕。有多少人会想到他们会面对这么多不为人知的灾难跟煎熬呢？从领受应许到应许的实践，也就像大卫，从他领受上帝要他为王的应许，到他真正登基为王，在这个中间，要付上相当大的代价。我们呢？今天是父亲节，庆祝父亲节的感恩礼拜，也是升级礼拜，这样子的一个庆祝活动，我们在台语礼拜已经进行过了。在诗篇127篇有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好，既然是产业，就必须要用心去经营、去管理。说起来简单呐，好，说的比唱的还好听。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却是困难重重。从大卫到所罗门，我们知道所罗门最后信仰崩坏了。所罗门他到最后他离开了上帝。所以从大卫到所罗门，信仰崩坏不过就是一眨眼的功夫而已。我们的敬拜不是只有在礼拜堂才叫做敬拜，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每一个时刻都在敬拜。如果我们出了礼拜堂就变了一个人，那么我们的敬拜就果真就被先知以赛亚说中了，就是我们用嘴唇、用口尊敬我们的上帝，但是我们的心却已经远离他。我们之所以会来礼拜、参加团契，不过就是领受别人的命令而已，只是为了要满足某些人对我的期待而已，不过就是做样子。如果真的是如此，那么其实我们的孩子都看在眼里。我们是否会因为自己方便，就把儿童主日学当成安亲班、托儿所？我们又是不是会容易替孩子做的太多，汲汲营营的要为孩子准备最优质的环境，而夺去了他们经历挫折、学习在基督里成长的机会，导致他们抗压性非常的弱，碰到一点挫折就要变成躺平族，我什么都不管，什么都不要了，反正就是这样嘛。我们是否又会因为过于溺爱放纵孩子，凡事以孩子的意愿为优先，去不去教会无关紧要，只要他们喜欢怎样都行，以至于他们始终无法察觉基督才是我家之主。在教会我们常会说儿童主日学是宗教教育的基础，这句话是对，但也不完全正确。儿童主日学充其量就是个示范，它就是一个 demo 在那边。它示范什么呢？它示范一个孩子在他的日常生活中，就是要常常赞美神，常常读上帝的话语，并且谦卑祷告，在祷告当中用顺服，学习用顺服的心来回应。比如说大卫在他人生的巅峰，他想要替上帝建造圣殿，他有能力哦，他确实在他那个时候他是有能力替上帝建造圣殿的，但是上帝却拒绝了他。但是大卫最后他选择了顺服，我们不知道他那个心里的那个心路历程，但是他最后他选择了顺服。他之所以能选择顺服，不是偶然的，就是在他一路上经历了许多的风霜，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他更认识上帝，他更懂得如何小心觉察上帝的心意，所以大卫才能被称为合神心意的人。教会可以建立孩子的信仰，但是如果要持续下去，所靠的是身为父母。这个父母不是现在已经在现实上成为父母的人，而是我们所有人。因为比如说之前盛宴受洗啊，凯阳可晴受洗，当他们的父母抱着他们孩子来台前做幼儿洗礼的时候，我们这一些在场的会众，
我们也一样的在跟上帝立约，我们要同样的照顾这些孩子，陪伴这些孩子。这些孩子不是他们父母的孩子而已，而是我们大家共同的孩子。好，所以呢，要他们在日常生活中这样子的信仰能够持续下去，所靠的就是身为父母的我们所做的努力。建成有许多委身在儿童主日学的老师，这些老师为了建立这些孩子的信仰，绞尽脑汁。好不容易建立了，在孩子的心中建立了对主的感动跟回应。那么下课之后，唱了再会歌之后，走出礼拜堂，回到家，或者是只走出礼拜堂，又有多少家长能在日常生活中带着孩子持续的在他们的敬拜生活中坚定站立？要建立一个孩子的信仰，其实很简单，因为孩子真的很单纯。你告诉他们什么，他们都好，都愿意。你带着他们做，他们都好，都愿意。但是要持续的建立这份信仰，持续的让他们在基督耶稣里，其实并不容易。今天的这段经文是上帝给大卫的应许，同时也是给那些被掳归回，在面对许许多多敌对、患难、诱惑跟挣扎的人的应许，更是给我们这群生活在台湾的基督徒。我们在台湾能在台湾当个基督徒，真的是很感恩，非常的自由。我们有宗教自由，我们看似自由富裕，但是呢，却又处处充满诱惑跟陷阱。但是呢，上帝今天借着今天的这段经文，他给了我们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应许。这个应许，上帝已经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跟复活成就了。我们正走在上帝所应许的道路上。然而，两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当我们带着孩子、同事或者是同学、另一半一同走在这条应许的道路的时候，我们是否有跟上帝口唱心和，同心同行？我们是不是能够拿出一个基督徒的样？不是要牧师绝对不是要你们故作姿态啊，而是这个信仰是可以深化、内化在我们的生命里，内化在我们的骨子里。我们是自然而然散发出，让跟着你走这条应许的路的人，一看就知道你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或许在许多的现实里，我们也会曾像大卫一样，做了许多令自己懊悔或者是很丢脸的事情。我们发现，在历代志有一个极大的盼望。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这段经文。今天的这段经文，我们看第7节。第7节说，后半段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从羊圈中将你召来，叫你不再放牧羊群。”上帝将大卫从牧放羊群的这个里面呼召出来，不再放牧羊群。牧羊在当时来讲是非常危险的一个工作，它危险性很大，常常要面对一些野兽。就像我们主导文说：“求主救我们脱离凶恶，对不对？”好，然后看第9节。第9节他说：“我必为我百姓以色列选定一个地方，栽植他们，使他们住自己的地方，不再受搅扰。”上帝应许大卫，也应许我们不再受搅扰，凶恶之子也不再像从前那样搅扰他们。上帝应许我们不再受搅扰。再来第10节，第10节说，并且不像我命令士师治理我百姓以色列的日子。士师记我们都曾经看过，士师治理的时期，讲简单来讲就是乱七八糟啦。上帝应许大卫，也应许我们，让我们的生命不再乱七八糟。好，再来13节。13节说：“我要做他们的父，他要做我的子，我必不使我的慈爱离开他。”上帝不使他的慈爱离开大卫，也不离开我们。
除了这么多的应许之外，当然除了这些应许，其实整本圣经里面有太多的应许了，我们可以自己读经祷告的读经的时候，灵修的时候可以慢慢的发掘。除了这些应许之外呢，大卫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在历代志几乎都没出现，对不对？在上个礼拜牧师有说，历代志像故人略历，报喜不报忧啊，很多那一些肮脏的事情，在历代志，特别是大卫，在历代志几乎都没出现。这暗示了一件什么事？暗示的是上帝涂抹了大卫的过犯。一位合神心意的人，不代表他是完全的人。人不会完全的，只要是人，就一定有属于人的软弱跟限制；只要是人，就一定会犯错。但是当大卫他愿意在慈爱信实的上帝面前悔改认错，调整自己，继续与神同行的时候，上帝就将大卫的罪过一笔勾销，就像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了我们，一笔勾销。即使有所处罚，也是大卫所能承受的。弟兄姐妹，如果可以选择，你想成为饱经风霜却合神心意的大卫，还是一无所缺却总是感叹虚空的所罗门？如果2选1，你要选大卫还是所罗门？你想要给你的孩子的未来像大卫还是像所罗门？很难选，蛮难选的，对不对？大家可以好好去思考。如果可以选，你想选谁？好，上帝的应许带给我们盼望，耶稣基督的应许带给我们信心与力量。我们的生命不断被主更新，被主建立。我们当尽心、尽性、尽意爱主我们的上帝，谨慎的走在主为我们所安排的道路上，不用去跟人家比较，不用去跟人家比较。我们只要常常在自己生活中意识到，我自己是个基督徒，不论我在说什么、做什么的时候，我要意识到我是个基督徒。上帝呼召大卫，把他从牧羊的现场分别出来。上帝呼召我们，把我们从这个充满诱惑、充满陷阱的这个世界给分别出来。愿我们都能守住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对上帝、对自己的承诺。我们这个用耶稣基督的宝血重价赎回的生命，我们这个用基督的复活被挽回、被更新、被建立的生命，愿我们不论是在家庭、在职场，甚至在休闲娱乐的时候，都能成为一个分别为圣的人。生活中我们难免会碰到挫折、失败，就像大卫一样。但是呢，挫折、失败并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什么？真正可怕的是我们六神无主。真正可怕的是，我们明明是一个有主耶稣基督的人，但是却好像是没有主的人一样。愿我们的心都能坚定在我们的耶稣基督身上，愿我们的眼目都专注在基督，与他同心同行。我们要成为这世上的典范。我们一起起立来唱这首回应的诗歌。我心坚定于你。我们用祷告的心来唱这首诗歌。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圣洁美丽，无人能及。赐我气息，毫无保留，为我舍命。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圣洁美丽，无人能及。赐我气息，毫无保
的爱使我苏醒，你的爱使我灵魂苏醒，患难中我能刚强站立。你的爱使我重新得力，黑暗中是我生命再次绚丽。我心坚定于你，眼目专注于你，风浪之中有你同行，不畏惧。我心坚定于你，我灵降服于你，在你怀中平静安稳，我必得安息。如果我们的心偏离了轨道，我们要再次的定睛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圣洁美丽，无人能及，赐我气息，毫无保留，为我生命。主的爱，你的爱使我灵魂苏醒，患难中我能刚强站立。你的爱使我重新得力，黑暗中是我生命再次绚丽。我心坚定于你，眼目专注于你，风浪之中有你同行，不畏惧。我心坚定于你，我灵降服于你，在你怀中平静安稳，我必得安息。主，我心坚定于你，我心坚定于你，眼目专注于你，风浪之中有你同行，不畏惧。我心坚定于你，我灵降服于你，在你怀中平静安稳，我必得安息。就在主的怀中平静安稳。在你怀中平静安稳，我必得安息。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父神，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的爱使我们的灵魂苏醒，谢谢你的宝血洗净我们，让我们在不知道在什么时候犯罪得罪你的时候，主，你将我们一切的罪过都挪去，使我们可以在你里面重新站立，使我们可以在你里面重新得着安息，重新得力。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扶持与保守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我们来唱会后诗，这诗是很久以前的。是我生命的救恩，你的双手扶持软弱，使我刚强。你是道路、真理、生命，是我们永活的见证。哦，哈利路亚！你是信，是公义救主，哈利路亚！我要永远跟随你脚步，哈利路亚！不管明日身在何处，有你同在就是美好，哈利路亚！你是信，是
有主，哈利路亚！我要永远跟随你脚步，哈利路亚！不管明日身在何处，有你同在。